消防處建議有志之士投考之前多做準備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道。一個9人嘅新移民家庭早前喺街上面執蛋糕食完之後中毒，佢哋向社會福利署求助，要求解決住屋同埋5名子女嘅讀書問題。劉俊江報道。攞住單程證到香港只有10日嘅陳太，帶埋5個仔女到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。之後到柴灣社署嘅家庭服務中心，要求協助解決住屋嘅問題，申請綜援同埋幫仔女揾學校。冇咁講，呢個仲有啲係。社署亦都派人到佢哋屋企探訪。個人好好，係咯。佢哋一家3代9口住喺柴灣呢個只有240尺嘅長者公屋單位，其中5個人要打地鋪，陳生就瞓喺廚房。咁雖然喺條街度執蛋糕食，搞到食物中毒，生活環境又唔及內地好。陳太話冇後悔嚟香港。經濟方面啊，同埋以後細蚊仔讀書有書讀，同埋啲環境方面，屋咁窄，又讀書方面咧，翻嚟又複習溫習功課啊，又咪有地方，所以都有少少擔憂啊。對香港有好大信心嘅。點解呢？即係香港有人幫助啊。社署初步認為陳太嘅5個仔女都符合領取綜援嘅資格，會盡快安排。而同佢哋同住嘅祖父母已經領有綜援。由於陳生陳太同佢哋嘅小朋友咧喺香港都未住滿7年，未符合申請公屋嘅資格，咁所以佢哋諗住向社署申請租金援助，俾佢哋搬去一個合適啲嘅地方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江報道。一個樹仁大學2年級女生同埋